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上午伫召集人李宗仁的号召，前往铁道局南部工程处，一方面了解台南铁路地下化的执行进度，另外嘛关心沿线19位发现的遗迹。现场有着铁工局甲市府文化资产管理处来简报。出席的议员包括召集人柯志春、沈振东甲李宗仁，另外还有委员会成员林美燕、蔡丽青甲李启维，以及其他关心铁路地下化的议员甲助理拢到场。总长8.23公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到去年12月30日完成的计划预定进度是75.02%，但实际进度只有74.13%。落后的原因除了疫情人力的调度，另外就是4212甲4213两标的工地发现遗骨，造成工程内中断局部停工。对此，市府文资处表示，在发现的19处遗骨当中，目前完成遗址的有14位，同意覆盖保护废忝的有1位，遗址计划审核的有1位。其他还搁在探查中，或者是遗址中的有3位。刚刚的报告里面有19处的遗迹啦，哈，有5处是列册追踪啦，剩下就是不列册追踪。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标准，什么叫做不列册追踪？什么叫列册追踪？是如何去追踪？我们现在还在探查当中的这些遗构，会不会再次的影响到，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继续挖，然后就会延宕到我们的整体的工期的一个状况，这可能要请我们铁道局，那甚至说我们第3次的修正计划什么时候才会让我们的乡亲朋友知道说，可能继续会延宕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完工？文资处的处长林处长有提到，就是列册不列册，还有一部分会修复以后会再移植回来，但是移植回来我们不要影响整个铁道局它原本的整体规划，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思考。现场的这个迹象来看，这个成远的一个路径，其实往西一直进到台南公园，往西它是跨过目前运行中的一个铁路纵贯线，所以在铁道的以下，一定还存有这个过去的一个成远的一个产迹在所以这部分我们也陆续的一个追踪当中因为后续那个转运站的部分会在那个小东路跟北门路的路口那个转运站的那部分那块地目前是空地，那个下方绝对是有包含铁轨，目前既有铁轨的下方一定是有过去这个台湾府城这个成远的一个构造还在里头所以这部分我们这边文资处是列为重点的一个巡查跟追踪的一个标的那这部分发现遗构已经先切割移除移置。那未来的移毁的方案，目前铁道局还在研拟当中，还没有送我们文资处。除了关心遗址的保存，另外有关铁路地下化的进度，完成计划期程是对民国98年9月9号到民国115年的11月30，而且进前还阁进行第2次的修正计划。预计今年顶半年会因为地上物的拆除。文资的遗构加交通维护的影响，进行第3次的计划期程修正，因此时间上还阁无法度确定。不过对着遗址的保存，现场的议员甲文化局的看法，也是会结合未来绿廊道的规划，希望透过适当的设计，结合景观，将过去的历史加现代的工程来做身躯的融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